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日是11月14。提摩太前书3章1节到7节。这句话通相信，老人爱做监督，伊是项目美好的工作，所以监督就无通欠。就一个某，安分守己，自制、端正，交款待出外人，交教士，无酒醉，无凶暴，反倒爱温和，无三钱，无贪财，交管理家己的家庭，囝儿有顺服，事事端庄。人若袂晓管理家己的家庭，哪会晓管顾上帝的教会？初信的毋通互伊担任监督，则袂自高自大，陷入甲魔鬼所受同款的审判。伊伫教会外嘛着有好见证，则免受诽谤，陷入魔鬼的罗网。保罗勉励当时提摩太伫迄个所在要来选调人出来服侍的时，要正做监督来管理教会的人，就爱有这个好的行为、好的行答，爱比外面的人所做搁较好。免伫信仰顶头无好的见证献光上帝，反倒互人驳倒。特别初信的嘛毋通伤紧，互伊有悬的职，以免自高自大。伫咱今仔日，咱每一个信徒、每一个门徒，嘛爱学习用敬虔的心来服侍主，兴慕做主美好的工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